前咧有少少事項咧，想同大家呼籲一下嘅。咁啊就係咧，我手上咧有一個嘅膠袋，裏邊咧有一啲嘅抽獎券。咁啊，相信咧喺在座每一位嘅嘉賓，你哋嘅台面上面咧，都係有同樣嘅一份嘅膠袋，同埋咧裏邊咧攞出嚟咧會有一沓嘅抽獎券嘅。大家可以即刻睇睇你哋嘅台面嚇，都一樣嘅。咁啊，呢啲咧就係我哋今晚喺台上面有好多嘅名貴獎品啦，就係等住大家攞翻屋企嘅。咁呢啲嘅抽獎券咧，大家可以啦幫忙嚇，就係每一台裏邊咧，我哋咧每一紮用橡筋紮住啦，有10嘅5張嘅彩票，有機會攞到我。係咪啊？大家姐。
嚟啦，多謝晒。多謝。好啦，咁我身旁咧，大家都會見到啦嚇，就係我哋今晚嘅台上面啊，兩位司儀之一，我今晚嘅好拍檔阿玉玲喺度，咁啊同大家打下招呼。Hello，大家好。見到今晚玉玲好靚啊，咁啊咧，金光閃閃，雍容華貴，襯得住今晚呢個咁隆重嘅晚會啊！咁我又好有幸喎，同咗我哋個金牌司儀東東拍檔喎，我哋係第一次㗎咋，咁大家俾啲掌聲東東好唔好啊？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好，多謝大家。係金牌司儀啊嘛。壓驚咧，其實掌聲唔夠㗎，最緊要咧就有紅包啊，恭喜我哋呢度出嚟唱歌嘅所有朋友，咁就更加開心啦嚇。OK，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一度咧，係大家見到有好好意頭嘅幾十圍嘅28圍喺度啊，亦都係高朋滿座，有幾百個來賓到咗，咁所以咧我哋喺度想係喺大會正式開始嘅時候咧，就先喺度恭讀一下我哋嘅嘉賓嘅名單。好啊。華藝圈陳華會長、林馬佩文副會長、歐陽素珍榮譽會長、溫莊美琳榮譽會長、大家姐黃善英、Ann Chan、黃家寶粵劇資深導師、博愛之家朱朝海、黃麗賢伉儷。仲有就係湖南玫瑰蠟像公司名譽居士林黃就成副主席伉儷 ，OAM 光念前會長伉儷，葉國勝副會長伉儷，趙美興副會長，懷藝軒文化顧問郭奕義老師伉儷，大健康陳日君董事。工作人員方面咧，包括有我隔離嘅玉玲啦，有我自己啦，有 John 啦，亦都有阿 Kim 張，亦都有保衞會嘅梁安婷伉儷、葉振安、陳安娜伉儷、劉海源音響師傅兩位。仲有就係姚群好女士及佢嘅好友，國愛之家嘅好友，澳洲番禺同鄉會彭振威會長及好友，葉漢英以及黃惠芳伉儷。傳媒方面，我哋多謝 ACE、澳華娛樂、2CR 澳洲中文廣播電台、2AC 澳洲華人電台、黃國興師傅伉儷、阿慈姐，以及有澳洲華人商際會好友。OAM 韓普光主席 Andy 同埋 Tina。Carson 林和成貿易公司跟資工服務中心張松波主席，九省粵簡澳華人團體聯合會蘇春蘭女士、周宣成伉儷 ，Wellspring Vegetarian 活泉塑料，華藝軒名譽會長黃宗利之友，同事惠公司洪耀純董事長，澳洲簡華同胞會以及係莊蔡娟會長。卡士德百利花店嘅蔡麗軒董事、黎思耀女士、陳麗珊女士、姚瑞晶女士，澳洲福建福德校友會嘅莊豐成會長，澳洲尼之用校友會嘅陳孝山會長伉儷，澳洲學生同學會呂維光伉儷 ，A1 Big Shop 嘅蔡漢德董事，A1 Doris 麗斯、文國生伉儷，澳洲雪梨居士林莊小傑副會長。吳永堅、楊佩興女士、牛溫林國毅女士、楊麗娟周副、柯中海、莊素珍伉儷、莊素賢女士、悉尼夢想成真獅子會專欄會長、友誼閒聚謝玉嫻社長、周志佳資深樂師、太榮華粵劇團、周亦高、曾雪芬伉儷、雪梨西區福利會何婉芬女士。梅輝劇社嘅胡梅芳社長劉海霞、郭湘雲伉儷。哇！真係好多啊！係啊，仲有少少啊，咁我讀埋先。仲有係專業、專業同埋 Danny Lee， 我姐亦同佢嘅好友係Tony Lee 同埋佢嘅好友 Andy Paul 係紅夫。舞蹈老師方面咧，我哋多謝阿 Ken 同埋 Michael 啦，約佢嘅好友啦，再加上係有 Eric 同埋 Sandra。仲有係馮明芝女士及佢好友，馮錦堂、溫怡華伉儷、馮小姐、周先生、周子玲伉儷、鄧子安伉儷、柯偉良先生伉儷、呂玉麗女士，名譽居士林嘅義工團，鄺卓君、羅慧嬋伉儷、羅偉全、陳少鳳伉儷、楊勝德、毛華珍女士、梅姐、薇姐、明哥同埋馮金姐，九省瑞城受澳洲校友會嘅譚以堅會長。保衛會之友嘅黃德光、
Mace、鐘太、Maggie Jo、李琪、John Lam 同埋關麗芬，多謝。咁啊，仲有咧就係華藝粵煙嘅成員嘅好友陳永喬女士、曾秀雲女士、夏燕芳女士、吳少元、Susanna 鄺麗、潘雲好女士、陳玉梅、陳玉康女士，又仲有德力同埋嘅朋友。最後我哋仲要多謝一陣馬上要入場嘅清風醒獅隊，多謝。俾啲掌聲。200蚊，仲有就係夢想成真獅子會嘅 Jin Lam 會長贊助我哋大會300蚊，多謝晒！俾啲掌聲。
抱住一個嚟到係為我哋華麗粵天今日嘅晚會盡得分力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可以又喺度係學下嘢啦。OK， 好，咁啊今日咧啱啱咧我哋嘅清風醒獅隊啊，咁啊已經喺咧為大家咧係作咗一個好熱鬧嘅一個開頭啦。咁啊一個好嘅開始係成功嘅一半啊。係啊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啦，另外嗰一半咧就睇下一陣我哋嘅表演咧能唔能夠攞到大家嘅掌聲啦。好，呢個時候咧，每一次重要嘅晚會嘅時候，一定有我哋主辦方咧係出嚟同大家打招呼㗎嘛。係啊，係邊個啊？好，今日咧我哋請嚟華麗粵天嘅名譽會長江念慈先生出嚟同我哋個歡迎詞，有請江念慈先生。尊敬嘅黃家寶老師、德寶姐，各位粵劇界嘅前輩，各位社團領袖，尊敬嘅鄺奕傑老師，老師你好，郭老師你好，各位嘉賓、各位會員、各位傳媒界嘅好朋友，大家晚上好。今晚咧係華係粵天工藝社咧成立11週年嘅之慶暨華光絲絲寶誕，謹此代表陳華社長致以萬分嘅歡迎與多謝。呢年嚟華係粵天工藝社喺大家大力支持之下咧，不斷嘅茁壯成長，在發揚廣府傳承嘅文化。弘揚廣東粵劇都得到順利嘅進展，希望能夠繼往開來，培育新秀，使到我哋嘅廣東粵劇種子能夠可以喺澳洲開花結果。同時喺陳華社長嘅領導下，多年來都多次舉辦咗慈善嘅籌款活動，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士。令到我哋居住喺澳洲，我哋可以融入呢個多元文化嘅社會，所以希望在座各位繼續大力支持與鼓勵，使到我哋嘅廣東文化繼續傳承落去，繼續發揚光大。再次感謝你哋光臨嘅支持，希望你哋今晚有個愉快嘅晚上，唱多啲好歌，越唱越強。多謝大家。